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了》，我係 Rita 林妙天。今半日喺呢啲節目當中，我再一次來回顧梵天漢老幾啊題向啊，呢個向題啊嚇。大家記得2018年有看過呢出戲非常受到歡迎，韓國大家為了思考客家認同，身為客家人，韓國看客家族群，呢個用兩百年嘅想法，也係做得兩百年來參與呢。喺今日節目當中，我再一次來回味呢出戲。當然，呢出戲因為受到非常嘅歡迎，我再一次來加人了。第歡迎陶然老蔡氏劇團嘅團長仲條先生以前，你先來看一段廣告。我總是夢見家裡的種種，夢見剛從大熱天的稻城回來的爸媽，他們都還好嗎？往後就要由你來照顧他們了，我是你們選擇，你們一定是敗了。愛上天倫也是行。今夜愛上今夜愛上如風有日光。經典好戲在此上唱哦，梵天漢老嘅題向，老嘅向題哦。你實際來歡迎蔡氏劇團嘅團長仲條先生，先生好。好，大家好，今日同歡喜要做的詞啊，同大家嘅分享啊，就係就係梵天漢老嘅題向一出戲啊，希望呢一出戲呢，做得本嘅客家戲曲有一個新的面貌。感謝先生，歡迎。除咗團長仲條先生來到現場，下擺呢大家會看到一出戲，仲條先生同我咯做得本大家注意哦，有一個同優秀嘅導演來歡迎王維廉，王導演，導演好。大家好，我是這出戲的導演王維廉，很高興可以在這邊跟大家介紹這個演出。歡迎，再一次來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哈。您講呢，好嘅戲劇本人想要一看再看哦，只看一次。如果錯過的朋友，這個錯過梵天漢那個勇敢神呢，就係呀哈。今年嘅秋天，大家有安尼安好嘅機會，9月、10月，我們就可以在台北跟台南做得來看到嘅哈。先生，下擺您講到哈，其實唔係一個飛流，它是一個轉身。可唔可以用轉身來講？它是一個全身性的，係嘛？呀戲哈，就是最早的時候，它是2018年前年，然後那時候是客家運動30週年嘛。係30週年。人家客家運動哈，就是1988年開始啊，開始去給人間雜誌工作了。跟人間雜誌工作是來做2個採訪啊。第一個採訪就是有關於這個白色恐怖的背景的梵天漢這個故事，然後另一個的背景就是有關於那時候，在原畫罷工的這兩件事情，一個是農，一個是工，然後這兩件事情都和客家人的歷史有關。然後我覺得呢，那個時候呢，如果我們要回顧客家運動的話，然後我們應該不只是去講這個語言的問題，特別是現在大家講起來客家話好，全部就會自然語言豐盛，去展現咪哈。讀多呀客家人，讀多福隆人，讀多外省人，就可以自然的交流。語言是一個交流的工具，所以比較少人談到客家運動裡面的這一個工人和農民的問題，所以我就把這兩個那時候的採訪再重新拿出來，然後就請到這個王維廉導演，
然后来和演员一起工作这样子。呀，其實有個同陳後嘅人講基地哈，因為總橋先生做當地嘅農民啊、工人安尼嘅佢哋嘅參與嘅田野調查哈，因為安尼老佢編做一個劇本哈，公益特別邀請我們的王偉廉導演哈，突然同後生這個目測年紀哈，看起來就會單身嗰位哈，同後生啊，佢其實在劇場界已經非常有資歷。個總橋先生他是發覺你說你非常有潛力跟天分，邀請來做導演呢。導演，這是您的第一部戲嗎？不是。第一部這麼黑這麼硬的戲嗎？好像也不是。一直以來好像做許多，在這之前也做過2出跟整個台灣的斷代史有關的戲劇這樣子。那但是跟鍾老師跟差事劇團的話，是第一次在導演上的身份來合作。但是之前的時候已經有以演員的身份，那個時候鍾老師導演《人間男女》，人間男女，對，也是在講這個白色恐怖時期的。那個時候我是當演員，這一次的話就是以導演的身份來，對，感覺特別不同嗎？就是我覺得偉廉哦，其實我和他認識20年，但是我以前看過他比較早期，他導演那個就是布萊希特，一個叫做《勇氣媽媽》，勇氣媽媽，那時候就是在華山還沒有變成文創園區之前的華山，廢墟華山了，都有歷史哦，都有歷史哦。2003年、2004年，我去看的時候，我就留下很深刻印象。對，嗰時候亞白合作哈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搭配哈。剛剛頭前講到這個講到白色恐怖，好，這個是以前歷史的脈絡哈，而變做一個戲劇哈，變到舞台當中來呈現呢。其實而當到嘅琢磨有一個，而本太家做的結束，就是觀眾能夠吃得進去這個東西，或是吃下去消化以後就後坐力好營養哦，不然呢哈，那個。先生要用一個方式哈，因為呀之前演過，我們今天是比較多的劇透的方式哈，同大家來討論在戲劇裡面而呈現用一個風味都帶人家講乜嘅呢？就按那個蘇先生來講哦，就是講，因為我這個團組嘛，我邀這個偉廉來導演哦，和演員一起工作，然後當然一開始的時候我有寫一個腳本。然後這個腳本後來就變成偉廉他們的一個好像一個材料，然後他們和演員一起工作，然後這裡面就有他們共同創作。那這裡面我覺得一個很關鍵的事情，大概就是說，我這個也是我從偉廉這邊學習啊，因為我以前在面對歷史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那個是好像我們在召喚歷史，但是後來我在想，就是這個也是韓國的朋友，他們做相同類似韓國的白色恐怖的戲，他們是在和我講說，這些殉難者過去這些為了民主運動也好，為了這一個就是更多的人民的生活能夠更有改善，更多的平等的這樣的運動也好，那他們因此而犧牲。那這個犧牲在台灣、在韓國、在亞洲其他國家都有。那所以說呢，它其實是他們在召喚我們。所以說呢，在這個過程當中，然後偉廉這樣子做的時候，他很辛苦，但是就產生了說我們和他們是如何對話，而不是說我們是去詮釋他們，是這樣子的狀態而已。你講到係什麼樣的對話哈？這個也是一個不同跨時空的對話，所以裡面會有很多的拉扯吧？導演是，就像剛剛鍾老師講的，就是其實當初在2018年做創作的時候，我們拿到了許多的素材、許多的記錄和資料，然後我們從這個當中，因為我們2018年所進行的創作可以說是一個集體創作，是經由每一個演員哈，或者說甚至是每一個參與者，在如何去認識、消化這些資料，然後去創作出來的一個演出。所以
当然，现在到了2020年，再要来做这个演出的时候，其实整个时空情境都很不一样了。2018年的时候，我们光是消化这些资料，光是去认识50年代、80年代的公运、50年代的白色恐怖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这些算是后生晚辈，这些年轻人要怎么样子去回应这个时代情境？其实2018年是几乎可以说是在摸索和这个追寻当中，对。但2020的现在，其实因为2018的作品已经完成了，现在2020要再重新制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踩着2018的这样子的一个脚步是继续往下走的，所以并不是完全的照着18年的演出去进行，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全部总体性的去把它再一次的翻转。OK， 就像刚刚说到2018年，我们有很多的资料，现在2020年、2018年的演出也成为我们的资料。我们希望可以立足在的是这个当下。对。18年的现场和20年的现场基本上它是不一样的，整个社会情境也有改变。好，不管是这个像转型正义这样子的就是说去不断的推动，然后甚至像说有返校这样子的电影的出现，其实它都会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去影响我们的社会怎么样子去认识这些历史事件。所以呢，贵州表演它可以说是不断的蜕变，会一直有新的样貌，有新的活水注入。本台家看到某种用的俩表演的方式，可能他的台步、他的表情什么，很多的细节都是不一样的。像说，我们其中有一段，就是2018年的时候，是其中有一个演员曾启鹏，他会说一段他在2013年的时候参加一个华光社区拆迁的一个社会运动，然后2020年我们再排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再像18年那样子，用那样子的情感，用那样子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相信社会运动，但是2020年的现在，我对于社会运动好像已经不一样的。心境完全改变了，完全不同了。我想说，哇，那我们要再去演当初2年前的自己吗？还是2年后的现在 ？OK， 后来我们就把他的整段都改成他在演到那一段的时候，他直接的跟观众讲说，2018年我在演这一段的时候，我讲的是华光社区但是他开始用他当下现在去解读2年前的自己。所以唐豆头任安狗，大家觉得说今年的演出绝对不能错过，看过你还会再过看的哈。等下聊一下介绍將來讓大家來分享，無論是柴氏劇團或是梵天歡樂祭嘅體驗。2位台視藝術獎15項榮耀嘅梵天歡樂祭嘅體驗哦，你係由蔡氏劇團所來製作嘅。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團長鐘橋先生和個倆後生嘅頭人，共力動情嘅頭人王威廉王頭人再次歡迎兩位好，大家好，團長好，韓哥頭人好哈。頭先講到，其實當成7年來舞台當中，不是我們排好一出戲。今年安尼，明年安尼，後年又安尼，一定要有新的東西，要新的元素再呈現。韓國嘅時候也出去，本來來思考加講到珍惜當下，活在當下，要講演要懂誠實嘅跟自己對話，你才能呈現出有這個戲劇同大家來分享啊。這個其實剛剛導演分享那一段也有一點顛覆我，因為有演講我就排好我就上這樣子。很輕鬆嘛哈，也講這個是我創作的這個原創，我就不要去改它。好，可能還有懂得的觀眾朋友講原來一出戲它再一次上演，它可以呈現出很多新的東西。是，
演员也会自己要求自己。会，尤其我觉得面对的是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因为它不是全然所谓的虚构出来的，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上面，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历史的可以说是洪流当中，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参与这个历史，所以当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去以这样子我们自己的历史去作为素材来进行创作的时候，就特别的可能会更加的强烈的想要去挖掘吧。我觉得它是需要不断的被挖掘，就像挖一口井一样，它要不断的挖掘，挖到那个点的时候，才有机会那个泉源才有可能冒出来，然后我们的整个社会才有机会在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创作的责任，对，他有机会可以去跟历史产生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且影响到未来。就是荣格他讲的共识性那共识性就是说我们不一样两个时空。当然，他讲的比较是心理学上，可能某一部分是说他有这个有神秘的主义的这个性质在内，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重新去看待历史的时候，就是和历史的对话，把历史拿到我们面前来，它才不会变成一个后面的事情。然后也才不会变成说白色恐怖，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讲转型正义，所谓的历史，它已经是一个被固定化的事情。在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思维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转化成为创作的时候，然后我们怎么样让观众也参与我们的探索？这个是伟廉在做这个戏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坦白说也给我很大的学习了哈。然后譬如说以前上一回《人间男女》的时候，我找他演就是钟浩东嘛，然后那时候我也不是比较想说，因为我对这个历史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在台湾很少人比较能够准确的知道白色恐怖和228的差别。那我们就是在和陈映真老师学习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是不一样的一个问题，虽然只有间隔几年。那白色恐怖的这件事情，除了它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之外，譬如说现在讲到转型正义嘛，那其实也和当时的国际的这种，比如说冷战，就是这个西方世界和社会主义，然后呢内战，这国共内战，还有台湾就是开始宣布戒严，这个都有关联。然后如果我们只是在转型正义里面谈到一个很空泛的人权，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对那件事情做一些定义，然后那些定义其实是，就是它不会有生命感的。所以，譬如说现在年轻人，然后现在中生代的导演和年轻人大家一起工作，比如说刚刚伟廉提到的那一段，那我觉得哇，这个我要竖起拇指，就是这个就是戏剧啊，对不对？如果戏剧只是说啊，我以前演过了，然后我就重复。那样的戏剧，它只是在做它就不是转身，也不是回流，它不是回流，回流是一个流动的时间感。嗰首先生你刚刚讲到给懂哈当下是怎么样的呈现呢？因为你刚刚讲戏剧这个两字，永远知道讲啊，我就是表演一出戏。不过其实佢真正係尤其讲类似史诗般的这一种剧的话，它更多需要好像。把那个历史拿下来，其实给真给做的不用的现下来看，它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也许它的方式可能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可是它里面的核心的精神跟架构其实是共用的。故说安尼拿来看哈，之其实蛮有趣的。不然巴都讲，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报哈，给就会安尼。就是湛蓝色的，然后剧照呢有安内5%嘅感觉哈，会让人家觉得对它就是很沉静的，真的是比较内心、比较沉痛，在诉说一些事情。你枸杞还有懂发条嘅，就是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或是要勾人家哈，就好像在钓鱼一样，要一个开放式的。在1980年代，我在人间杂志工作的时候。
就是我的同事们，他们都会从暗房出来，然后他们要去暗房里面，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要洗照片，OK， 那个就耗掉他们多时间。然后他们洗出来的照片是黑白的，就好像你刚刚形容的，然后你会觉得说，也5%嘅，因为平常人刚说哦，彩色的加后扣那边哦，彩色才有电视没哦。但是黑白的，它就是会进入到你内在的生命里面，特别是面对历史的时候，那这一个是很有张力的，对，它是有张力的。古时候夜拜哈，我刚刚跟谈哈，钟乔老师跟恩诺导演哦，导演在整出戏啊，受董神奇，因为给口试节目以前，导演就说我可能也是客家人，因为爱顾他刚会讲会动口。虽然你现在比较少在这个客语的这个环境下，但是这一出戏却把你泡在客语里面的哈。你像戏剧里面说的，可能我们要探讨马改黑哈嘎什么是客家。马改哈嘎音，那哈嘎运同到现下，我们要说当下哈嘎运同到现下哈，过去30年内有什么关联？哎，你还能按用音走吗？我们还要追求所谓的这个族群的复兴跟所谓的正义吗？而且底下出行动中有很多的空间不能抬杠，是开放式的想象。就会讲2018年的事啊，节奏呀 ES 就是那时候。我们会遇上一些在台北市的客家的年轻人，然后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就是说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家问他说，你是客家人吗？他说我父母是客家人，然后说你是客家人吗？你还没会谈的。哎呀，人家还刚一我，你是客家人吗？第2次没有回答哦，我就再说一次，我父母就是哦。那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事实上时代在改变，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也不是在族群的问题上，就是一直把这一件事情缩小了。对话才是跨越出这个族群的重要的一个媒介嘛，因为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嘛。那这一件事情就作为客家的戏剧而言，它有它的这一个重点。所以呢，戲劇當中吼有當到嘅想要同觀眾朋友也動態嘅社會有對話嘅部分哈。那當後期導演你在進入這一出戲的時候，因為你要指導的話，你必須要先比別人更先進入吧哈。在戲劇當中哈，你的感受或者是讓你有沒有什麼覺得很驚訝的事情？首先就是一個就是我其實並不懂客語。然後甚至台語我也非常的不行這樣子，對，所以我常常會在排練場的時候，因為我們在戲裡面有大量的客語和台語，因為想要去把50年代和80年代這裡面的那個社會的某種樣態啊，語言當然是一個方式，然後我就說在排練場裡我是最弱勢的。因為我又聽不懂客語，我又聽不懂台語，這樣子，對，然後反而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其實也不斷的讓刺激我去思考，所以語言到底所標誌的是什麼？那例如當我當這個戲在討論以客家為主題，以客家為核心去討論的時候，對我來講，我覺得。我好像也在思索，那客家是什麼？以及客家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也好，這樣子的一個不知道有的時候甚至還會可能是一個標籤也好，就說我身處在這樣子的社會環境裡，我跟它到底是什麼關係？那這也就使得我們在創作2018年的創作過程當中，出現了一個貫穿整個戲的3個問題，就是在這裡面，其中有一個演員他會對其他的演員分別的在他們扮演完一些所謂的角色故事或者歷史片段之後，問他說：“你是客家人嗎？”你係客家人嗎？你係客家人嗎？哎呦，見門。你會說客家話嗎？好，每一個人他如何去回應，以他自己作為演員的身份去回應這個問題，然後想要把客家這件事情
放进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脉络和环节里面。当然是因为安尼个问题，人家还含糊不实的问，尤其读到客家乡亲、客家朋友哈，喜爱客家的朋友，我们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哈。等下多阵来继续来谈讨研、谈钟桥老师来分享，无论是亚出戏，也是差事剧团哦。大家真的福氣來咧，今半夜啊，鐘橋先生老王威廉討厭來到呢個節目當中，頭先分享你咧，老戲劇有關係，老呢人生，老佢隻歷史有關係，啊，就非常的精彩。時間唔啦，來到最尾一段咧，嗬，我想實實嚟請教兩位來賓嗬，記得行一啲藝術嘅兩條路嗬，兩位先生，乜嘅係影響你哋嘅好書，安尼好咧，推薦俾所有嘅朋友。影響你們的好書，讓大家也可以跟着這個書的脈絡。好啊，就各位朋友哈，我伊咧就會講，高中的時候就開始寫詩的這個文藝青年哦。哇！考慮世界史啊，寫個詩全部係大家考唔出的詩啊，詩歌啊哦。那後來因為有機會閱讀到陳映真老師的《禁書》，因為他那時候在坐牢，在綠島坐牢。然後他的其中一本禁書叫做《將軍主》，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多的朋友同學，大家就很迷戀他的那個短篇小說。然後這一個他的小說集就變成了我的啟蒙的一本書。後來到台北來念戲劇研究所，然後就因為他的介紹。然後後來就在人間雜誌工作，在那個工作的過程當中，又進一步的知道了，就是說的一個文學這件事情，是要由這個知識分子或者作家，去在這一個草根的民眾當中和他們工作，然後才會有自己的材料。所以那時候都很記得，現在直到現在都很記得。那時候陳映真老師常常講一句話。就是說，他是用閩南話講啦，伊講唔是咱咬吼，唔是咱咬外口寫啦，是因為喺受壓迫的民眾教育咱，就是他們教育了我們，所以才讓我們拿起我們的筆來。那我在人間裡寫的報道的時候，我常常記得，一直到現在，它成為了我一個希望作為一個民眾文化的工作的人。勝過於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原因，大概是我的歷程。哇，談起來都感動誒，很感動誒。因為剛才先生講吼，透過其他人生命當中發生嘅事件，變成創作嘅藝術材料吼，要成為一位好的創作者、藝術家跟書寫者，冇叫我嘅身份因為尋到這個路。好，大家再去看陳映真老師嘅。幾個書吼，你這種事就懂標新立異呢。哇，看起來要像切沙西米嘅師傅佢自家講啊，因為個文學家要懂隨性安尼。我同講，這史啊哈，我們就是聯考的時候，你能看個陳映真那個書啊，就有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說，你要當然是因為聯考，你怕說爸媽看到你在看課外書嘛，所以你那個陳映真的小說那個封面啊。都是那個國文課本，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呢，第二個事情就是，你就是雖然那時候也沒有說一定會有人來監視你幹嘛，但是你有莫名的恐懼，這個就是白色恐怖遺留下的影響。哦。所以你要看的時候怎麼看呢？就是你蓋着棉被，然後呢你就打着手電筒這樣看，一生都記得。這樣覺得更好看呢。你說你現在你們這個世代，因為不是戒嚴世代，你可能會這樣子感覺。但是我們那時候當然心跳加速啊，幹嘛種種這些。然後在這個看的禁書的狀態下，去看到了它不只是一個材料，它是一個很好的文學作品，對人生的啟示。受到很多的啟發。當然。給討研呢，對您來說，這個影響你的好書，你特別推薦的？
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很多，那我就分享一本我此时此刻好了，因为我在当下深陷在这个范天涵和他弟兄们的创作的折磨当中，目前对，所以非常需要一些这个书籍上面的一些力量来支持自己。那我最近在看的是那个俄国导演塔可夫斯基的著作《雕刻时光》。那这本书是一看再看，然后里面都是在讲这个塔可夫斯基自己在创作上面的一些想法。那最感动我，也最可以说是激励我的，就是关于他对于精神力量这件事情的在意并且追求，尤其在创作里面，就是说，如何能够去不断的趋近于那个所谓精神上的真理这件事情，然后试图去剥除这个世俗里面的一些既定的一些僵化的看法啦，或者说自己本身的一些惯性，希望可以把它剥除掉，而靠近那个想要看清楚的那个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当初在创作这个戏的时候，钟老师给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说是一个摄影家卡巴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拍得不好，是因为不够靠近，是因为你不够靠近，你没有那样子的勇气，或者是没有那样子的精神力量，或者是没有那样子的诚实面对自己以及这个事件也好，这个社会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然后我想，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在创作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然后受教了哈，有 keep 收到安尼多多嘅讯息哈。當然今日節目哈，除咗同大家分享范天涵老嘅體向啦哈，頭前談到按到哈，有位朋友講哇，我看到呀哈，那個心哈動容啊，動上喺第個呀買票啦，啲那邊演出啦，個其實彩石劇團哈。接下來還有當精彩嘅當場工作坊安尼，我就請先生同大家介紹，下擺在台北跟台南哈各有2場嘅演出。對啊，就是台北在水源劇場嘛，然後台南在台南的一倉庫，奔放一倉庫。那台南特別是台南那個場所，本來它是一個倉庫，然後它現在轉成為一個表演的場所，藝文的空間。對，然後它很特別了。然後譬如說，他那時候你現在還看到他以前留下來很多，他們做那汽車材料的很多機器還在，好像某一些生產的這個勞動那件事情，它已經是結束了，但是它好像在我們的記憶裡面沒有結束。這個和范天涵也許有一點關聯吧，就是歷史其實它並沒有結束，這就看我們自己怎麼樣重新去看待它。對，這是這2個表演的這個地點。故事有請大家9月25、26喺啲台北嘅水源劇場，10月嘅17、18喺啲台南嘅奔放一倉庫，記得要來看啦嚇。9月、10月就都冇很忙碌嘛，11月沒有重頭戲。11月就會講，彩石劇團有2個翅膀啊，有一個翅膀就是製作，年度製作，像這一次范天涵，然後每年大概在過去啊，每年大概都會做一個戲，然後或者是重新再回流一個戲，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做社區劇場，它也已經25年了，然後我們做的社區劇場比較稍稍特別一點，然後我們通常是來自於一個被壓迫者劇場的系統了哦。那這裡面呢，譬如說我們和石剛媽媽在92地震的時候，然後那時候呢，他們隔年他們做了戲，他們和我們上工作坊，然後隔年做了第一個戲以後，他們就說他們自己想成立他們的劇團。哦，對，那時候當然他們希望說我們能不能變成彩石劇團的這一個分支啊？我說我們最好不要這樣子，就說
我们的这一个参与戏剧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主性嘛，每一个团体都有他的自主性，然后也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们就开始他们做他们的剧团，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导演和演员就在那边陪伴他们。当初老记得乡下来练习，老记得字头。乡下练习片，因为也杀工的哦，cái時間媽媽哦，你沒客家人啊。後龍也沒客家人，但是總而言之，他們是勞動者。也景點就是20年呢。對，11月的時候呢，20年週年。歡迎大家到石岡來。也蔡氏劇團長期在做出一個民眾戲劇，就會希望都殺起來吼，甚至到監獄裡面。對啊。導演是有參與這樣子的這個，這個算是輔導嗎？算是去講課安內哈。同青島人哈，希望大家都做的來接觸戲劇，甚至是演出自己。好，就會安尼哈。而且今日節目當中哈，雖然節目的時間色彩唔拉長，因為還有動到發想會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做得先去看戲，先去看戲。看完戲之後呢，每做得好有機會哈，同蔡氏劇團也講上這個粉絲專有動到嘅互動哈。今日再次感謝宗楧先生，感謝威廉導演，感謝兩位，感謝安志生。今日非常感謝大家來收看福氣來咧，邀請大家等下繼續聽林先生來做圓通哦，希望大家上來了。